久哦。现在小朋友，你们的休闲活动难道只剩打电动而已吗？那彤彤姐姐，你小时候都玩什么呢？我小时候好玩的可多了，譬如说跳绳的，或是跳嘎的。那是什么啊？让我来教你们吧。好了，耶！我来解释一下游戏规则哦。像我手上有一颗石头啊，只要把它丢进去，丢到的那个就不能踩到它哦。好，1、2、3，会。好了，那个中间我就不能踩到哦，所以我们要这样跳过去。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，锵锵！耶！你看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哇，好像很好玩呢。可是好复杂哦，规则好难哦。不然我们来玩这个啊！嘿嘿，跳绳的跳绳，这个啊，只要比赛谁可以跳得最久就赢喽。好哎，那我们来比赛吧。跳绳的跳绳，跳绳的跳绳。彤彤姐姐，我们来比赛跳手好吗？好啊，那要怎么比呢？我们来看1分钟谁跳比较多下。可是呢，我的腿比较短，你要先让我50下哦。哪有这样的？跳嘎的跳格子，跳嘎的跳格子。妈妈，要不要来玩跳嘎的？要怎么玩呢？首先把格子画出来。天哪，这一关就难倒我了。跳手的跳嘎的，小朋友有玩过吗？很好玩的哦。哈克鲁拉拉，下次再见喽，张伦溜。